新竹生活美学馆配合国家语言的推广，今仔日是特别邀请新竹当地的童军团举办幼童军培训活动，其中拢会用台语进行教学，和台语通融入囡仔的学习当中。夹起来了要放在倒位？来，你若有带目镜，吼，就是放在目镜尾啊。用台语教囡仔童军敬礼的方式，各变换队形的手势。 囡仔听了拢感觉真心熟，尤其是用哪算哪学台语的方式，学起来是特别趣味。我就爱讲台语迄种母语啦，所以我就是妈妈就问我想要来这个童军营，啊，我就讲好啊，因为这个嘛是用台语去教阮迄童军用的代志。是一种挑战，啊嘛真趣味，嘿，因为。 大部分的人伫厝诶，足少讲台语，啊，甲爸母伫讲嘛是讲一段尔，吼，啊，毋是讲甲足长诶，吼，虽然讲我嘛常常讲，但是有诶时阵嘛会袂练转诶时阵。虽然来参加活动诶囡仔内底有诶是完全袂晓讲台语，毋过因为厝内阿公阿嬷拢讲台语诶关系，嘛引起家己想要来学台语诶兴趣。阿公阿嬷都讲台语，然后我也要。如果因为我不讲的话。 长大以后我会听不懂我阿公阿嬷的意思。这是童子军的一个较特别的活动啦吼，啊，因为咱大家拢讲爱学嘛吼，活到老学到老嘛吼，啊，所以咱用学习吼，伫个佚佗中来学习吼，我感觉这是一种总比你看册来讲吼，效果当然一定较好啦。专配集合，就是全体集合，一等四队，经过一天的练习，大家唔但对童军有更较深的认识以外，还当对其中学到台语，透过无同款的方式，来互更较侪人做伙较接讲台语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